好，来乡亲继续要来讲，随着这个莫德纳甲 BNT 的疫苗陆续到货，中央嘛开放予民众注文预约。今仔日开始，有3类的民众会当透过1922的平台来注文到第一剂 BNT。另外，68岁以上的民众嘛会当到台北市政府的预约平台来登记到第2剂莫德纳。早起一透早，就有民众透着风雨，为阳明山落来。 到药房请药师帮忙来登记，讲等要注意风险，等真久了，即摆总算来等到，真欢喜。第一剂吗？好，那我先帮你确定资格符不符合，好不好？手提个人资料，赶伫开放的头一天，遭到药局注文第一剂 BNT 疫苗，阁有人专工落山，就惊命野风抢了了。是连假，然后又台风，还是这么早来，风雨无阻，我感觉。对，因为10点以前嘛，想说抢头香嘛，很高兴啊。 有时候也觉得无奈，为什么政策有时候会变来变去？那等了那么久才等到。这轮中央开放45岁以上、12岁到22岁，阁有18岁以上第9类的民众注文第一剂 BNT。另外，因为莫德纳9岁疫苗高日嘛总算较放松。今仔日开始，68岁以上的时代会使到北市的注射平台注文第2剂莫德纳，总共有3万多的名额。不过，都有里长发现系统有淡薄卡卡。画面就卡在这边。对啊，就是没有时间卡在这边。 时间我点了花博的接种站，日期时间就是出不来。虽然一开始拄到问题，不过后来系统也算顺，到明仔10点开始，向民众注文第2剂 AZ 疫苗。其实每天大概都有几十位民众在查说自己有没有符合这一次最新开的疫苗的资格。好，那也很多民众也会把一个他的相关健保的资料留在药局，请药局时间到帮他预约。 这摆 AZ 第2剂，台北市按算提供11万的名额，有人阁专工超前部署，看起来大家拢真惊这摆的注袂到疫苗。